好啦，事不宜遲啦，咁我哋開始今日嘅慈心訓練，自我關懷第一課。咁呢一連3個星期，好希望咧，即係同大家一齊透過探索慈心，大家咧一個內在嘅力量，去幫大家調節情緒，尋找更美好嘅生活。咁今日咧，我哋會係我哋嘅第一課，主要就係講下我哋點樣用呢一個嘅慈心去對待自己。跟住嘅第二個星期，我哋會睇下點樣用慈心去對待唔同嘅人，以至喺最後一課咧，我哋可以睇睇究竟點樣可以用慈心面對我哋世界上面唔同嘅問題。希望我哋透過呢個慈心，可以咧令大家好好咁管理情緒，以至改善大家嘅生活質素。除咗上堂之外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嘅練習喺想同大家做嘅。呢啲嘅片段之後都會透過 WhatsApp 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咧可以透過屋企嘅練習啦，繼續咧培養自己嘅慈心。喺今次嘅課堂開始之前咧，都有少少嘅一啲嘅事情咧，同大家去分享同埋去提醒嘅。首先咧就係呢個唔係一個心理嘅輔導，我哋咧唔係諗住去解決一啲情緒上嘅疾病啊或者問題，但係咧希望你都可以全程投入，有需要嘅時候都願意聆聽你嘅分享。呢度咧係一個安全嘅地方，俾你去講你想講嘅嘢。陣間嘅一啲內容咧，可能對你嚟講有啲抽象，或者之前都未試過嘅，都希望咧你可以同我哋一齊去嘗試，一齊去練習。未來3個星期咧，都會有唔同嘅練習同大家分享嘅，你都可以選擇一個你覺得最舒服或者有用嘅方式去幫助自己。喺呢度咧，我哋會有唔同嘅朋友啦，唔同嘅人一齊去參與。可能有一啲事情對你嚟講咧，都比較去新。如果咧你覺得有啲特別嘅時候咧，都希望你以開放嘅心態去接受呢啲新嘅觀點啦，或者話題。記住咧，練習好重要。如果你陣間上堂有一啲嘅片段，覺得做完之後好舒服喎，期望你喺屋企咧都會繼續練習。到最後咧，請大家記住呢度嘅一切內容，我哋都係保密，同埋咧都希望對其他人都有一個尊重。如果大家都同意咧，我哋就開始今日嘅我哋嘅第一課啦。今日嘅第一課咧，我哋會有多少少嘅理論嘅，所以陣間咧可能會講下乜嘢係慈心啊，乜嘢咧叫做我哋情緒調節嘅機制，咁樣讓我哋了解到究竟培養呢個慈心有咩用咧？跟住咧，我哋有一個慈心嘅自我，去睇下究竟我哋點樣用唔同嘅自己去面對咧生活上種種嘅問題。最後咧，仲有一個功課，希望教識大家之後，今個禮拜可以翻去咧同自己做一做呢一個嘅功課嘅。跟住嘅課堂咧，我哋都希望可以有一個比較互動嘅形式。如果你有任何嘅分享咧，都歡迎你咧可以開咪啦，或者透過咧喺 chat box 其他嘅方法咧，可以同我哋聯繫嘅。好啦，首先就講下乜嘢係慈心。慈心咧，有啲人會覺得佢叫做憐憫啦，佢覺得咧係一種即係同情人嘅感覺。唔知大家覺得咧，如果講起慈心或者一啲憐憫嘅時候，你會諗起啲乜嘢咧？我諗咧喺一啲嘅古籍入邊，大家都聽過啲故事嘅，好似咧曾經有個古人，佢行過個井嘅時候，見到有個小朋友咧跌咗落去喎，喺度喊喺度叫，好驚咁樣。於是咧佢就動咗惻隱之心，佢覺得咧要做翻少少嘢咧去救呢個小朋友，於是佢就放條繩落去救翻佢上嚟。憐憫好簡單，其實就係一種咁樣嘅惻隱之心。我哋受到一啲嘢、一啲嘅不幸嘅事件，去挑動咗我哋嘅情緒，繼而令到我哋咧希望可以改變呢一啲嘅情況。所以喺心理學入邊咧，我哋都特別去定義慈心呢一樣嘢。呢個係我哋每個人都擁有嘅特質。我哋咧希望可以
感受到人哋嘅痛苦，並且咧有能力去減輕或者預防佢。呢個咧就係我哋呢個課堂最重要希望培養到嘅嘢。所以咧，慈心有兩個嘅方向。第一就係我哋能夠去注視啦，去容忍啦，去接受呢一啲嘅痛苦或者呢一啲唔開心嘅事情。但同時我哋有能力用一個有智慧嘅方法去減低或者改善呢啲嘅痛苦。所以咧喺我哋日常生活入邊，我哋都有唔同嘅詞語去形容呢一種嘅慈心，呢個慈悲嘅關懷。可能咧我哋會講到係一種關心啦，可能咧我哋會講到係一種決心，或者咧甚至係一個勇氣，希望咧可以幫到自己或者其他人。但有時候咧，其實都係講緊我哋一啲嘅做事嘅方法。譬如喺我哋溝通入邊，我哋能唔能夠可以表達到呢一種嘅關心呢？又或者遇到一啲好危急啊，或者一啲好不幸嘅事情入邊，我哋會唔會臨危不亂？我哋可以仍然咧有嗰個力量去改善嗰個嘅處境呢？所以咧，大家可以用唔同嘅方式去了解慈心呢個概念。而喺跟住落嚟嘅課堂咧，我哋都會去了解多少少究竟在於我哋慈心係啲乜嘢。但當中咧有一啲嘅理解咧，都希望可以透過第一堂同大家去分享。頭先咁講啦，憐憫咧好似都係講緊我哋去了解其他人嘅需要同埋情緒，但係咧同理只係佢嘅第一步，佢可以咧係好多好多唔同嘅情緒嘅。譬如當我哋了解到人哋可能辛苦啊，或者咧有一啲不幸嘅事情，我哋會唔開心，我哋會憤怒，但係咧亦都會有其他唔同嘅情緒咧，可能會引發出嚟。另外咧，慈心亦都可以係一啲唔同嘅面向，譬如講緊我哋除咗去了解人哋嘅需要，同時我哋都會好致力去做啲嘢咧，去改善呢個情況。到最後咧，我都想提醒大家，呢一種憐憫，呢種嘅慈心，並唔代表咧我哋係沉溺於一啲唔好嘅事情，或者咧覺得我哋無能為力。其實我哋都希望藉住呢啲嘅練習，俾大家多啲嘅力量同埋勇氣，去走出呢啲嘅困境，去改善自己或者身邊嘅人嘅狀況。咁所以咧，喺未來嘅嗰三堂入邊，我哋就去探討一下有啲乜嘢方法可以令大家多一啲咁樣嘅慈心同埋呢啲嘅力量咧。首先咧，想分享嘅下一個故仔，呢個故仔就講緊喺我哋嘅腦入邊，究竟點樣製造唔同嘅情緒咧？話說咧，大家可以想像喺大草原入邊有一隻斑馬喺度棲息緊。佢咧原本好舒服咁樣咧喺度食緊草啦，好希望咧可以即係享受呢一個大自然。但係突然之間咧有一隻獅子走出嚟咧，想去捕獵佢哋喎。於是呢隻斑馬就好緊張，不斷就跑啊跑啊，希望咧可以逃出生天。嗱，你見到呢個畫面就係呢隻獅子咧差唔多追上咗佢啦。於是斑馬繼續加速跑啊跑啊跑啊，好緊張咁樣，直至到佢揾到一個地方可以擺脫呢隻獅子。佢咧開始發現自己身處喺另外一個唔同嘅處境，於是佢就諗啦，天色都差唔多暗啦，我要揾一個安全嘅地方俾自己可以好好咁休息。於是佢就慢慢慢慢咁樣咧揾一個安全嘅一個角落去俾自己。大家咧可以想像到呢隻斑馬喺頭先嘅處境入邊會有唔同嘅感受，由當初食草嘅好悠閒好舒服到被野獸追捕嗰種嘅緊張，甚至咧完咗成個嘅畫面，佢要去好積極、好有一個動力去揾自己嘅安居之所。呢啲咧正正就好似我哋腦袋入邊。喺唔同嘅環境、唔同嘅遭遇之下咧，我哋都會有唔同嘅情緒。你可以見到咧，呢啲嘅情緒冇話對或者錯，
但係咧就會幫我哋更好咁樣面對個處境。我哋嘅腦袋咧與生俱來就係呢一種嘅機制，讓我哋咧去用情緒回應翻唔同嘅事情、唔同嘅處境。但係咧，你會諗，其實我哋同斑馬都有一啲唔相似嘅地方喎。我哋除咗去面對處境之外，我哋都會識得，譬如透過想像啦，譬如透過一啲鼓勵嘅説話啦，令到我哋咧會有唔同更多嘅情緒。譬如好似有時候我哋會諗緊究竟我如果贏咗一啲六合彩嘅獎金，點樣可以咧令到生活更加理想咧？繼而我哋可能就會好開心㗎啦。咁呢個咧就係我哋人類不斷進化之後所擁有一啲嘅能力，就係我哋能夠透過想像啦，透過咧自己一啲嘅對話，令到我哋咧可以控制到唔同嘅情緒。所以好簡單咁講咧，我哋嘅腦海入邊有三個唔同製造情緒嘅機制。我哋可能透過專注於威脅啦，我哋要自我保護，所以有一啲嘅情緒。我哋可能咧有一啲嘅追求，希望自己嘅生活更加滿足、更加好，咁我哋會有另外一種嘅機制。而到最後咧，我哋亦都會喺一個安全嘅地方去享受佢嘅時候咧，又會有唔同嘅情緒。咁呢三個唔同嘅機制咧，就會幫我哋去製造咗唔同嘅影響啦。咁我哋簡單咁樣去認識下呢一啲唔同嘅系統或者機制。譬如講緊咧，有一日有人同你講，喂，恭喜你啊，你就抱孫啊，或者同你話，喂，今晚咧六合彩獎金有1億喎，你會唔會走去買啊？呢一刻咧，可能你會覺得我哋嘅生活有一種嘅目標，有一種嘅追求，可以咧有更美好嘅未來。於是咧，你個人就會好興奮，同埋咧好有動力去追求好多嘅事情。譬如講緊就快抱孫，我係咪要去買 BB 嘢？我係咪咧要去做好多嘅準備迎接呢個新生命咧？你會好雀躍啦，一種正面，但係咧都會有少少嘅緊張，希望自己咧做好多嘢去迎接呢個未來。咁所以咧呢一啲嘅目標其實都會啟動咗我哋一啲唔同嘅情緒。但有啲時候咧，我哋會面對一啲嘅威脅，就好似突然之間有人同你講：喂，我嚟打劫啊！呢個時候咧，你就會產生好多好激烈嘅情緒，譬如憤怒啦、焦慮啦，呢啲嘅情緒幫助你保護自己，希望咧遠離呢一啲嘅危險。但同時咧，面對呢啲嘅威脅，亦都會壓抑咗一啲其他嘅情緒。譬如咧講緊可能原本我好開心，可能我好平靜，呢一啲咧可能會令到你受到威脅嘅情緒咧，就會同時壓抑咗。咁所以咧喺呢一啲受到威脅嘅時候咧，我哋身體或者我哋嘅情緒亦都會有咁樣嘅反應。到最後，當我哋咧去到一個安全嘅環境，一個舒緩嘅系統咧，就會讓我哋平靜落嚟。可以想像就好似 BB 喺媽媽嘅懷中，覺得好舒服、安靜咁樣瞓覺。呢個時候咧，我哋產生嘅情緒都係一啲好平靜、好舒緩啦、好安全嘅感覺，俾到我哋一種愉悅嘅氣氛。咁所以咧，面對呢個環境，我哋成個嘅情緒咧都會平靜落嚟。於是咧，呢三個唔同嘅系統咧，都會互相咁樣去影響大家。當中咧，譬如好似威脅嗰個嘅面向咧，就會令到其他嘅部分可能暫時停落嚟，專注面對一啲嘅挑戰；而舒緩嗰部分咧，就會令到其他嘅情緒咧，可能暫時有一個平和，有一個嘅平衡。你可以想像，好似我哋日常生活入邊，可能大家正面對健康嘅挑戰，每日咧有好多新嘅消息或者一啲情況發生嘅時候，呢個威脅系統咧就會不斷咁樣擴張。到時候咧，可能喺一啲其他嘅情緒，一啲正面開心嘅情緒就會被抑壓落嚟。
久而久之，呢種嘅情況就會影響我哋嘅情緒健康，甚至咧導致我哋會有一啲嘅精神疾病。但反之亦然，當我哋咧慢慢去擴大我哋嘅正面嘅情緒，平衡翻呢三個系統嘅時候咧，我哋嘅生活就可以得到一個，我哋嘅情緒會有好好嘅比較好嘅一個控制啦，以致我哋嘅生活咧可以更加嘅美好。就好似我哋每日可以想像，如果有好多事情喺身邊發生，煩擾住你嘅時候，你會有咩嘅反應呢？你可能會心不在焉啦，可能咧會成日怪責自己、怪責其他人，又或者咧你好衝動想去即刻解決一啲問題。呢個時候咧，可能換來嘅就係憤怒啦、怪責啦，唔會咧去了解自己或者身邊嘅人需要，同埋咧會變得咧係好暴躁咁樣。但係當咧我哋嘗試用一個比較平和啲嘅角度、平和啲嘅情緒去面對呢啲嘅挑戰嘅時候咧，我哋可能會俾多少少空間自己反思一下，究竟而家嘅情況如何，嘗試感受自己同埋身邊嘅人，從而咧學識去處理呢啲嘅挑戰嘅同時，去放鬆自己，讓我哋咧更有同理心，識得咧去關懷同支持自己以及其他人。呢個咧亦都係我哋今次課程好希望做到，令到大家咧可以有一個更好嘅自己。嗱，講到我哋點樣去擴展呢一種舒緩嘅系統，或者我哋講緊係一種平和嘅心態。雖然講得咧好似好容易，咁但係咧，我哋都有一啲唔同嘅方法可以俾大家咧透過一啲練習去提升呢一種嘅平衡嘅。首先就係咧，我哋喺研究都見到呢一啲嘅情緒啦，其實都同一啲副交感神經系統係相關嘅。呢啲嘅神經系統雖然講到好似好科學化或者好虛無縹緲，但係正正就可以透過我哋嘅呼吸方式去刺激佢，同時透過我哋身體姿勢、面部表情，又或者聲音語調嘅配合，以至咧我哋成個人嘅副交感神經系統可以咧創造一種平和啦、舒服嘅嘅心情俾我哋。而呢一個嘅系統咧，我哋都可以透過一啲想像，即係話當我哋腦海出現一啲嘅意念或者一啲嘅畫面，都可以咧幫我哋去刺激呢一啲嘅係呢一啲嘅反應嘅。到最後更加重要嘅就係，當我哋去面對挑戰嘅時候，我哋嘗試將注意力帶翻去我哋自己嗰度。呢個咧亦都正正係自我關懷嘅第一步。我哋了解自己嘅需要，從而讓我哋咧可以揾到方法去支援翻自己。啱啱咧就介紹到，就係話喺研究當中，我哋見到咧呼吸節奏可以幫我哋去做到一種嘅平和嘅心態。咁所以咧都想介紹一種舒緩節奏呼吸。我哋稍後咧都會將呢一個片段發送俾大家，讓大家可以咧每日有時間嘅時候抽3分鐘落嚟，安靜下自己，俾自己咧一個平靜思緒嘅空間。可能咧第一次接觸嘅時候咧，未必會咁即係容易去做，但係咧只要慢慢跟住個指示去調整翻個呼吸，將自己嘅意念擺翻去唔同嘅感覺上面，就會令到呢一種嘅節奏係變得自然啦，同埋容易係掌握㗎啦。咁所以咧，今日一個小小嘅嘗試，希望大家而家揾一個安靜舒服嘅空間，可以俾你坐得好嘅。咁我哋跟住陣間聲帶嘅指示咧，去做呢一個舒緩節奏呼吸。你可能覺得好唔開心，壓力好大，甚至乎已經被負面情緒壓到唞唔到氣。可以嘅話，請你俾3分鐘時間照顧自己，好好咁同自己相處。請你揾一個寧靜安穩嘅地方去慢慢坐低，雙手可以放喺大髀旁邊，雙腳掂地，用一個你覺得舒適嘅方法，平穩咁坐正。
如果你鍾意嘅話，可以合埋眼，又或者微微張開雙眼，望住地下嘅一點。而呢個時間係完全屬於你嘅。首先，請你留意觀察你呢一刻嘅感覺同埋想法，擁抱呢啲感覺、想法，唔需要批判佢哋。請你將注意力溫柔咁轉移到呼吸上面，留意自己嘅呼吸，感受身體吸入同呼出嘅空氣。只係觀察每一次嘅呼吸，唔需要特登咁去控制自己嘅呼吸。慢慢吸氣，呼氣，吸氣，呼氣。如果發現自己分咗心，唔緊要，你可以溫柔咁將注意力帶返去呼吸嗰度，然後請你將呼吸擴展到身體每一個部分，好似佢哋都一齊呼吸咁。留意腹部升同埋降。有需要嘅話，請你將注意力放喺身體繃緊嘅地方，可能係眉頭、牙關、肩頸、手瓜、拳頭、胸腹、大腿、小腿，甚至乎腳趾，讓佢哋都一齊呼吸。當呼氣嘅時候，可以將繃緊嘅感覺都一齊帶走。慢慢吸氣，呼氣，吸氣，呼氣。而家將注意力放喺你身處嘅地方，你會聽到叮一聲。然後等你準備好嘅時候，慢慢打開雙眼，繼續你今日要處理嘅事。我哋已經完成咗呢3分鐘呼吸空間練習，希望你能夠帶住呢一種感覺去到生活嘅每一刻，同埋好好多謝自己利用咗呢3分鐘時間去照顧自己。唔知大家之前有冇做過呢一類型嘅呼吸練習呢？可以回味一下咧頭先做嘅感覺。初頭做咧可能會有一啲嘅挑戰，譬如咧可能身邊有唔同嘅噪音啦，又或者你個腦袋而家有好多嘅思緒突然之間走出嚟，啊陣間要食飯去邊度食呢？又或者咧好多好多繁瑣嘅事情。其實咧今次嘅練習就係讓大家咧將注意力擺翻喺而家自己嘅感受入邊，可能你嘅呼吸、身體肌肉嘅繃緊程度。咁如果有一啲你覺得會影響你嘅嘢咧，唔需要太介懷。我哋有一個比喻就係讓佢好似一嚿雲咁樣去天空飄過。咁當你讓佢慢慢流走，將自己嘅注意力擺翻喺呼吸上面咧，就可以換取嗰種舒適安寧嘅空間。希望咧大家都有一啲咁樣嘅感受，視乎自己嘅情況，每日起碼用3分鐘靜落嚟咧，去好好照顧自己嘅心靈。跟住我哋未來嘅課堂入邊咧，都會融入將呢個呼吸練習，加上一啲嘅可能係一啲嘅思想啊，一啲嘅即係圖像嘅練習，幫助大家咧去進一步擴展呢一種正面嘅思想嘅。好啦，頭先咧一開始都講到。
其實我哋都有唔同面向嘅自己。我哋咧一齊嚟睇下，究竟如果發生咗一啲嘅事情入邊，我哋可以點樣用唔同嘅自己去面對我哋嘅事情咧？咁咧今日我哋不如就假設大家咧身處喺醫院覆診，準備咧要睇一個報告喎。究竟你會用乜嘢嘅心態去面對呢一件事咧？有時候咧，可能我哋會係一個憤怒嘅自己，憤怒嘅自己咧就會對好多嘢都有不滿啦。譬如就係諗下，喂，點解我等咗咁耐都未到我睇醫生㗎？點解有好多唔願意嘅事情喺我身邊發生咧？呢個時候咧會有憤怒嘅我，會唔會又或者係呢一個你咧？好多不安嘅感覺，好多嘅對未來嘅憂慮。我哋諗緊究竟陣間個數字會係高定係低咧？我哋其實點解咁耐未到我？會唔會係因為漏咗我咧？我好多嘅懷疑啦，好多嘅猜忌，令到咧你成為一個焦慮嘅我。又或者有時候我哋會有好多嘅問題去挑戰自己，挑戰其他人。有時候可能話，喂，會唔會其實係我當日抽血之前食多咗啲嘢，於是令個指數唔靚咧？會唔會係有啲人對我唔好，所以咧將我排得咁後，要我等咁耐咧？好多咧對人同對自己嘅質疑，呢啲咧都好可能係一啲正常嘅反應。我哋好多時咧都會用唔同嘅情緒啦去面對同一件嘅事情。但今日咧，我想邀請大家去發掘一個截然不同嘅自己，一個慈心的我。正如我頭先一開始嘅介紹，呢個慈心代表咧我哋包容、接納一啲唔好嘅情緒，但同時咧，我哋希望咧可以正面面對一啲嘅挑戰。呢個慈心嘅我，溫柔咧咁樣去對待身邊嘅事情，一切咧都係以身心靈嘅需要行先。會唔會咧？呢個慈心嘅我坐喺診所等候區嘅時候，會關心下自己。喂，我好似有啲緊張喎，究竟會緊張啲乜嘢咧？緊張我睇唔切醫生，定係咧緊張自己嘅報告會有啲唔好嘅數字？又或者咧，可能佢會關心下自己，我坐咗咁耐，你係咪要去下廁所或者飲杯水啊？呢啲咧都係一種關懷嘅體現，一種咧自我關懷嘅開始。點解咧？我哋會建議大家或者希望大家有呢種嘅自我關懷咧？我哋喺一啲嘅研究都見到呢種自我關懷同埋咧慈心嘅增長咧，可以培養到我哋嘅正向思維，減少對自己嘅批評。呢樣嘢咧可以改善到我哋嘅抑鬱啦、壓力啦，同埋同時咧增加幸福感。另外咧，我哋都藉住呢一種嘅態度，可以改善我哋嘅身心靈健康，同時令到我哋咧有解決困難嘅動力。今次嘅課堂咧，係根據一啲我哋以前嘅經驗啦、以前嘅研究所製造出嚟嘅3個星期嘅課程。其實都係用住呢一種慈心嘅面向，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多啲對自己嘅關懷。所以好希望大家咧可以一齊經歷呢3個星期嘅課堂，從而追求我哋嘅目標，就係咧增加呢個嘅慈心，同埋改善我哋嘅精神健康。作為一位腎友咧，我都相信大家會有唔同嘅挑戰。咁唔知大家喺日常嘅生活入邊，你覺得自己嘅情緒控制成點咧？唔知咧，你哋每日面對嘅困難會有啲乜嘢咧？我都相信咧，有好多嘅神友可能咧，每日需要喺屋企都要做換水啊，好多呢啲繁瑣嘅任務，其實咧都好大嘅壓力。又或者咧，面對健康有時好有時壞，呢樣嘢咧都令到自己咧可能好多嘅焦慮。正正咧，我哋就係明白神友身邊有好多咁樣嘅壓力，呢啲嘅處境，更加想透過用一啲方法，一個咧可以自己幫助自己嘅方法，令到大家可以有多啲嘅力量
去面對挑戰。同埋咧，最緊要記得呢一種嘅自我關懷同一種嘅自怨自憐咧係截然不同。一種嘅自怨自憐，可能就係面對自己嘅唔開心，繼續沉溺喺入邊。但係自我關懷咧，我哋嘗試跳出少少，用一種唔同嘅角度去睇自己嘅情況，同時咧揾方法去解決佢。呢種嘅自我關懷咧，當中亦都有唔同好重要嘅呢啲嘅成分，令到我哋咧係有一種不同嘅體驗。第一樣嘢咧係智慧，呢種嘅智慧係講緊咧，我哋有一種好深嘅一種嘅洞察力。我哋知道咧，可能有好多嘅事情都唔係我哋控制到，譬如我哋嘅出生啦，可能都受住基因或者咧一啲本身嘅家庭環境塑造咗我哋。雖然咧呢個世界有好多嘢我哋都改變唔到，但係咧我哋仍然係有一種嘅力量去做一啲有正面影響嘅事情。慈心嘅另外一個特質咧就係力量。我哋咧雖然好似冇能力咧去改變世界嘅事情，但係我哋仍然有信心同埋勇氣，就好似頭先嗰種嘅呼吸練習，我哋能夠製造一種內心嘅平靜，幫自己咧一步一步走出去解決問題。呢一種嘅信心，呢種嘅勇氣咧，就係我所謂嘅力量。仲有唔少得嘅，就係慈心嘅本質，就係一種關懷。呢種嘅關懷，我哋會主動，我哋會積極嘅去面對一啲唔開心啦，一啲苦難，一啲痛苦。但同時咧，呢種關懷亦都令到我哋係跳出去，淨係接受呢啲痛苦，而係我哋咧好希望自己或者其他人變得更加好。所以咧，我哋都好盼望就係呢種慈心係能夠成為大家一種嘅力量啦，一種嘅關懷，用截然不同嘅眼光去面對身邊發生嘅事情。頭先講嗰三樣嘢咧，其實講真都係有啲抽象。點樣令呢啲概念可以變成我哋日常生活嘅思想啦，變成我哋一啲嘅行動咧？我哋可以透過角色扮演。之後咧，我哋會有啲練習，即係嘗試代入我哋腦海中一個嘅角色，佢未必係一個實際存在嘅人，又或者咧，可能未必係我哋而家嘅自己。咁但係咧，透過我哋喺腦海中想像，我哋想像佢嘅表情啦，想像佢嘅聲音，佢哋一啲嘅行動，好希望咧呢一個嘅形象可以咧幫我哋用慈心嘅角度去睇呢個世界。正如好似我頭先咁講，其實我哋面對同一件事咧，都可以用唔同嘅角度。就希望我哋透過呢個角色扮演，讓我哋同世界嘅事物咧發生一種嘅連結。而呢一種嘅過程咧，亦都可以讓我哋之後有一啲嘅記憶，幫我哋慢慢咧去代入呢一種慈悲嘅自己。跟住落嚟咧，想邀請大家同我一齊透過想像去迎接一個慈心嘅自我。陣間嘅練習咧，會先有一個嘅呼吸過程，讓大家咧平靜落嚟。跟住咧，我會有一啲嘅説話幫助大家去製造呢種嘅想像，製造一個咧好理想嘅自己，一個咧慈心嘅自己。我哋有一啲嘅事情，可能喺腦袋之中縈繞住我哋，但係點樣透過慈心嘅不同嘅特質，我哋去接受同埋跨越呢啲挑戰呢？好啦，咁跟住落嚟咧，都想請大家揾一個安靜啦、舒服嘅地方，可以咧好好咁坐好。我哋會首先透過呼吸練習咧，去開始呢個嘅想像。想請大家而家都同我一齊
開始咧慢慢注視感受自己嘅呼吸。我哋揾一個舒適嘅地方，一張舒服嘅凳，坐低落嚟，雙腳咧好平穩咁樣放喺地面上，隻手可以擺喺大髀之上，讓佢好安然咁樣擺喺度。跟住我哋將注意力擺喺自己嘅呼吸上，感受空氣點樣喺你嘅鼻孔入邊進入、呼出。感受一下你而家呼吸緊嘅空氣，佢究竟係凍定熱呢？佢點樣透過你嘅鼻孔，慢慢進入你嘅喉嚨、你嘅肺入邊。呢個時候，你嘅身體有冇一啲嘅地方係特別緊張嘅呢？就讓我哋放鬆嗰啲嘅部分，可能係你嘅拳頭、你嘅背脊，定係你小腿嘅肌肉呢？就讓佢哋放鬆落嚟，讓我哋嘅注意力溫柔咁樣放喺我哋嘅呼吸之中。跟住落嚟，我想邀請你去想像一個自己，慢慢想像你眼前見到一個同你一模一樣嘅人，但係呢個自己係一個淺心嘅自己。會點樣面對你而家身邊嘅環境呢？呢個慈心嘅自己係一個對自己有承諾嘅人，面對好多變嘅世界，人的確有好多嘅限制。呢個自己未必能夠為你解決所有身邊嘅問題，但係佢好堅定，每一日、每一夜，佢都守護喺你嘅身邊，佢嘗試去關心你，嘗試去陪伴你，去面對種種嘅挑戰。呢個
係一個承諾嘅你。繼續注視住呢一個滿有慈心嘅自己，佢嘅表情係點樣嘅呢？我哋再睇睇呢一個自己，係一個智慧嘅自己。我哋面對自己身邊嘅事情，好多時都非常非常嘅煩擾。但係呢個智慧嘅我，有一種嘅視野，睇到儘管發生任何嘅事情，我哋依然可以維持內心嘅平靜。佢睇到事情好多時候都不輪到我哋控制，我哋根本都不能怪責自己。呢個智慧嘅我，嘗試去擁抱你嘅不足。佢睇到你有能力，你有力量去做一啲嘢，走出去。我哋再想像一下，呢個慈心嘅我係滿有力量嘅自己，佢能夠有一種關懷，有一種能力去陪你面對種種嘅挑戰。佢能夠拖住你，幫你揾返自己嘅重心，你能夠平靜嘅地方。佢拖住你，幫你遮風擋雨，讓你可以揾返心靈嘅平靜。讓我哋腦海而家同呢個自己，呢個有慈心、有力量、有智慧陪伴你嘅自己相處，感受一下佢陪伴你嘅時候嘅感覺。你慢慢繼續注意住自己嘅呼吸，呢個時候，我哋同呢個想像中嘅自己暫時講一聲拜拜。我哋慢慢將自己帶到而家身處嘅世界入邊。你可能聽到屋企一啲嘈吵嘅聲音，環境入邊發出嘅聲響，讓自己嘅專注帶到去身邊嘅環境。
而當你準備好嘅時候，可以慢慢打開你嘅眼睛，我哋翻返去課堂之中。好多謝各位咧，同我去嘗試透過想像去建構一個有慈心嘅自己。佢未必咧係一個好清晰嘅畫面，但係藉着咧我哋頭先嘅想像，我哋可能喺腦海之中創造一種感覺，一個好認識我哋，但係咧同時好願意支持我哋嘅人，點樣咧喺想像入邊與我哋相遇，俾到我哋力量。有一啲嘅朋友咧做完呢個練習之後都同我講：喂，好難喎，好難咧，同時注意呼吸，又要咧去諗咁多嘢。我相信咧第一次咧係會有一啲嘅挑戰。好希望大家可以透過呢一段嘅聲帶，翻去咧慢慢繼續去想像建構一個慈心嘅自己。透過呢個練習咧，起碼俾自己一啲平靜安穩嘅時候。最後咧，我希望都能夠俾一個功課大家，可以咧今個禮拜翻去咧為自己寫一封信。呢封信咧，我哋叫給自己的信，就係好似一個筆友咁樣寫封信咧，去關心、去了解你自己，嘗試咧將自己成為一個體貼、溫柔嘅自己，去關心喜歡嘅人，為住你自己嘅處境寫一封信，去鼓勵、去支持自己。呢個咧正正就係同慈心結連嘅其中一個方法。或者咧都想分享一封咧我啱啱寫俾自己嘅信。呢封信咧就係去寫俾一個好繁忙啦一個嘅人，咁但同時咧好希望佢會變得更加好。呢封信就係咁講嘅：親愛嘅自己，呢陣子咧真係忙透啦，工作嘅繁重壓力讓你都唞唔到氣。有時咧有好多不確定嘅事情，你覺得無能為力，好似出盡全力去做，你都控制唔到任何嘅事情。但係你自己都知道，好多嘅事本應如此，就係你就算做足本分，事情亦都未必如願，人哋亦都未必欣賞。但係咪就係咁否定咗你呢？我覺得唔係喎。雖然我都唔知道有咩方法去幫你面對呢啲嘅困難，但我希望你會照顧自己多啲，食好啲，瞓好啲，養足精神，先至可以面對未來嗰啲挑戰。就算呢一刻你應付唔嚟，咁又點呢？首先好好照顧自己，照顧自己嘅身體同埋感受，你就會有力量去面對嗰啲嘅困難。好多謝呢個努力嘅你，你嘅自己。可能咧第一次去做呢啲嘅練習，都會覺得咧做緊啲乜嘢咧？點樣咧去寫信俾自己？可以嘗試咧花功夫，一步一步咁樣咧去做呢件事。第一就係透過頭先教過嘅一啲呼吸練習，讓自己安靜落嚟，感受一下自己當下嘅處境、身體嘅感受，又或者一啲情緒上嘅波動，都可以成為咧你去關注嘅部分。跟住之後，可以就住呢一啲唔同嘅感覺，去俾一啲鼓勵、一啲嘅安慰自己。頭先都講過，我哋咧係有智慧，我哋咧係有力量嘅一個人。我哋就用呢一種嘅角度去俾自己更多嘅支持同埋鼓勵。好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喺呼吸練習啊，或者默想當中，你如果有一啲咁嘅感動咧，都可以變成一封咁樣嘅信，去俾自己多啲嘅鼓勵。咁咧，今日我哋嘅課堂咧就告一段落啦。今日我哋講到大家嘅情緒，可能係透過一啲嘅威脅啦、一啲嘅目標，又或者呢一啲舒緩嘅狀態去創造出嚟。而當中咧，透過我哋舒緩嘅狀態
可以幫我哋咧抑制或者平衡翻一啲正面負面嘅情緒，讓我哋咧更有力量去面對生活嘅挑戰。而藉着可能係呼吸啦、想像啦，或者一啲我哋專注去關心自己嘅練習，我哋開展自我關懷嘅第一步，讓我哋咧可以嘗試慢慢咁樣去照顧自己嘅感受。到最後，希望咧大家都可以返到屋企繼續呢一啲嘅練習。我知道咧，可能一開始都有好多嘅唔適應，但係鼓勵大家由最簡單嘅呼吸練習，慢慢咁樣去進入呢種嘅狀態，讓大家咧都會可以從呢啲嘅練習當中咧得到力量。而我哋咧雖然今日嘅課堂完結，咁但係咧我哋都好樂意咧去聆聽或者咧去分享大家嘅一啲嘅問題或者一啲嘅諗法嘅。歡迎大家用 WhatsApp 啦、電話啦，繼續同我哋聯絡。稍後咧，我哋會喺 WhatsApp 去分享翻今日嘅一啲嘅片段，以及咧一啲嘅練習嘅方法。希望大家喺每個星期入邊咧都可以繼續有時間嘅做呢啲嘅練習。而另外咧，我哋仲有兩堂嘅課堂，會用其他嘅角度去探討點樣令呢個慈心嘅自己咧不斷擴大。都好希望下個禮拜同一時段咧，可以喺 Zoom 入邊再見到大家。最後咧，都要再次多謝大家嘅參與，希望咧大家有美好嘅一個星期。咁今日嘅課堂就去到呢度，多謝大家。